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嘅菜譜係魚露炒番薯葉。好啦，咁我哋去摘啲番薯葉先。番薯葉嘅營養非常之豐富嘅，佢含有蛋白質、膳食纖維、維生素 A、B、C 以及鈣、鐵、鉀。你可以上網查下，營養非常之豐富。番薯葉值得推薦嚟種嘅，你可以用花盆嚟種，病蟲害好少。咁我將摘返嚟嘅番薯葉清理乾淨。將啲番薯葉清理乾淨，我哋開始嚟煮番薯葉啦。將水煲滾，放入1茶匙個鹽，咁樣可以保持啲蔬菜嘅青綠，同埋保持佢營養唔流失。跟住放入啲薯葉，用筷子拌一拌，確定所有啲薯葉浸喺水度。冚蓋煮大概1分鐘左右。將啲番薯葉留起嚟。咁我哋跟住嚟炒啲薯葉啦。咁開大火，放啲油入去，放入1茶匙個薑，炒出佢香味。然後放入啲番薯葉，放入1.5湯匙個魚露，我係用呢個牌子嘅魚露，放入半茶匙個鹽，將啲醬料撈勻。如果唔夠鹹嘅話，你可以加啲鹽啦，唔使放味精，因為啲魚露已經有好多鮮味噶啦。咁我哋嘅魚露番薯就煮好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呢個菜值得推薦嘅，因為佢又簡單，然後營養豐富。我係媽媽 Sue，我哋下次再會，拜拜。